台南市老人福利6都当中排名上尾，目前桃园、高雄、台中甲台北市65岁以上的长者，健保费拢是专业补助，因此议会理长甲老人会会长拢希望台南市会用来比较。咱6都拢有啊，拄敢若咱台南市目前拢无实现，所以一寡老人家伊会抱怨，我们的长者会抱怨说6都拢有实，那个咱台南市无，大家拢会走来问阮基层的里长吼。所以讲我希望讲会当促成，即届会当促成着咱即届吼，甲老人这健保拢吸收起来，互咱市府吸收起来，优惠互这个长者，安尼应该会搁较好啦吼。希望讲3位议员甲建议一下吼。希望迄个健保费65岁以上，看是要全免，还是要一半？这种爱一半，6都以上拢无啊，甲台南市较输人啊。因此，议员蔡小伟、李宗翰加周家伟下午也是市府社会局的官员，建议市府对诊病局处落实节流，伫个兼顾财政稳健的基础，逐步来规划提升长者的福利。如果财政不足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来精简预算？所以我底下我马要来今仔代表是社会局啊，你们也可以带回去局处讨论啦吼。包含在这个新闻处和关旅局的部分，你们在每年的预算有分别8亿跟2亿。如果未来在这样子的一个动能之下啦吼，我们分别来看，在台北市他们有所谓的关船局，他们是把它合并在一起的。如果假设在人力配置上跟这个事务的精简上来讲哦，我们应该是把它结合起来，让这个效能发挥到更大啦。目前的缺口，其实在市长提出的版本里面，现在我们的65岁以上长辈每年在年金从3000到4500，其实你们就已经拨了10几亿出来。对于整个要补充填满的28亿，其实只剩下可能不到10亿的缺口。我们希望可以提供这个方案，让你们真的业务省下这些钱的时候，像目前其实真的在凑，我觉得只要每年再凑到3到5亿。几乎你们就可以来满足这个全额健保免费的部分。我想我们今天坐在这边一起讨论这个议题，我们不是很相愿的说，好啊，你可是爱补助，其他我拢不爱管。反正今天除了爱把这条钱摕出来补助以外，咱嘛想到要安怎来帮市政府来省钱，来提出这条钱，所以我来提出到组织精简这个部分。对此，市府社会局主任秘书李彦宇表示，以目前112年编列的老人福利，包括重阳敬老金大约是14亿，距离65岁以上的健保专业补助，佫需要10几亿的缺口。目前社会局会将议员甲里长的建议召回研议，希望会用做出上好的规划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